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10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，为主做一件美事。要读约翰福音12章，总共有50节，请大家自己先看过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耶稣说：由他吧，他这香膏本是为我的安葬之日留着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。约翰福音12章7到8节。在爱里面的行动是无怨无悔的，是投资在关系上的。为何一个女人会把极为珍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呢？因为她对耶稣的爱大过这个香膏的价值。真哪噠香膏通常是为着这个女人的新婚之夜或往后的安葬而预备的，但当她将之打破的时候，也代表了他愿意将自己献给耶稣，在于情感以及生死中皆是如此。这段故事照着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第9节所说的话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，人人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。耶稣说明这女人就是玛利亚所做的尽是她所能的，是她尽她所能够做，然后且有如预先将安葬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，并说明未来人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都会述说这女人所作所为。那价值30两银子的香膏，对他而言太值得为主而献上。他是趁着现在把握机会，有机会就爱主的人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，所以主称赞他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，为他安葬花费一切。他在主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，是永远蒙主纪念的。约翰安排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受膏抹，不像马可是在进城之后。约翰才刚刚讲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，并且尝试用12章1到2节的句子来连结这两个故事。在这里重复出现伯大尼的现场，却没有明说这个晚宴是在拉撒路的家中。而马太福音26章有记载，耶稣是在伯大尼那患麻风病的西门家里。有一个女人趁耶稣坐席的时候，拿一瓶至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，跟约翰擦在脚上有一些的不一样。约翰用心地将马可所记大家对浪费香膏的气氛用来凸显犹大的贪婪。他知道以某个价格出卖耶稣的传统，所以就以金钱作为犹大的动机，可能他根本想不出其他的理由。为什么不拿这香油膏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真的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贼，他管钱，常盗用公款。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。特别是当重点在
耶稣象征的受膏抹是为了他的埋葬做预备的时候，约翰有意图要将耶稣的膏抹作为弥赛亚的特征，似乎是这样，因为耶稣进城的时候是以色列王来接受欢呼，所以还记得吗？众人在欢呼，拿着棕树枝，然后欢迎他。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何塞那何塞那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。如果约翰有意把膏抹当作王权的象征，也是因为他在传统当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。为什么约翰会让玛利亚膏抹耶稣的脚，就像路加一样，而不像马可一样膏抹在头？除了可能是为了避免涉及到弥赛亚主义之外，其余的不大清楚。但是在这个膏抹的行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爱是极珍贵的。玛利亚拿出她最珍贵的真哪噠香膏，用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爱一个人，如果还计算所付上的代价的话，根本就不算是真爱。真正的爱是尽其所能所有的都给了对方，还觉得未能给他更多更好的而感到遗憾。玛利亚是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。我们要知道，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。按照巴勒斯坦的风俗，良家妇女不愿意松散着头发出现在大庭广众。女子自结婚之日开始就必须把头发扎起来，以后不得再松散着头发在大庭广众当中，因为这个会被看作是风尘女子。然而玛利亚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因为她深爱耶稣，所以她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如何。犹大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，所以他的想法也不是光明的。他所想的是根据他个人的角度。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便很少发现他所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讨厌一个人，即使他做出最好的事，也会遭人误解。所以一个曲解的心看任何事物都是曲解的。如果当我们对某些人变得很挑剔的时候，最好我们先停下来检讨自己一下，为什么尽是批评别人、论断别人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真理：有些事情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，有些事情若不把握机会，将来就不可能有机会做。好像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的脚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住，凡事必须立刻就去做。圣灵有感动你，你就去做吧，因为许多时候机会永不回头，到时会因为错失良机而令我们深深懊悔哦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机会一过，恐怕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把握现在的好机会，应该做的就立刻去做。好像玛利亚把握机会，不看别人怎样看他，为主做了一件美事。我们来思想，玛利亚把握机会服侍主，而耶稣说明他将要离去，他们不再有机会可以为耶稣做这样的服侍跟奉献。耶稣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赐下耶稣，而耶稣愿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够为你服侍的机会，借着玛利亚的服侍提醒我们，爱和奉献是我们可以向你表达感恩和爱的方式。今天我们向你祈求，赐给我们智慧跟勇气，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主做一件美事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言语彰显你的荣耀，并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跟敬意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美事不一定是伟大的举动，而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，以爱心服侍他人，传递你的爱和恩典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，将我们最珍贵的一切献给你，来回应你的爱。是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把握机会，为耶稣做一件美事。我们下次见哦。